来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昨日造势大会，过来讲到伊的能源政策，讲第一核能发电厂经过专家的评估，若会当阁启动，就要过来启动。结果引发到民进党的质疑，讲这个大实的储存设施，新北市党10年一直唔肯来核定，根本无法度解决核废料的问题，所以一直咧讲要重新来启动核能发电，根本就是咧扇家己的喙皮。侯友宜是反呛到民进党主张非核加防，主张无欠电，拢总做袂到。侯友宜阁来考试民进党反服务，但是煞无停止到 ECFA 讲过去，蔡总统捌讲过讲 ECFA 是汤沙毒药，但是无来法庭，讲这是真正咧扇家己的喙皮。核二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延役；核三能够延役。合一，我们要考虑一样，我们能够经过专家评估以后，我们能够延役，能够再启动，我们再启动。要解决核能的问题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讲，核一厂经过专家的评估，未来乃当启动就启动。这个主张，民进党随质疑。所以你台电根本就没有这个心，台电你哪有要除役？他就批台电说谎，他说你这个核一跟核二，你必须要准时给我除役。这个是侯友宜在干新北市副市长的时候，他的坚定的一个态度啊。台电说干式储存槽好像有点矛盾。我最主要的一个表态就是希望在核废料的储存上，中央的前责一定要保证不要永久储存在新北市。蔡英文曾经说过 ，ECFA 是一个糖衣毒药，蔡政府也没有停过啊。所以今天在谈 ECFA 不服贸，不要自己打自人的脸。考试民进党反服务，如果无要停止 ECFA 针对能源议题，侯友宜讲会对马政府的时期行。只要两岸愿意在对等尊严底下，不断的务实交流沟通，我们就可以让两岸和平的稳定下来。马总统就是一个最佳的带领者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唔那阵马，搁找来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做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。前几天，搁甲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做伙要打造南亚团结的气势。听讲即马党内有人建议讲，公布行政院长人选，趁这个机会有声势，嘛为侯友宜讲台湾经济发展的拿动。会担心郭台铭独立参选吗？我相信。郭董跟我都一样，我们都是拜关公，重情重义，也重承诺。二公之事想要赢，侯友宜除了都爱整合各方的势力，嘛都爱想办法去安打想要参选的人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